原本做早顿已经20档的头家娘欧秋珠，却因为民政局的市民学院开办了美容课程，互伊意外产生真大兴趣甲刺激，决心改行这条路，甚至反转人生。因为经过静心升级3个月严格演习甲训练，就来考出专业技术的学家证照。参加国际美学创意比赛，行动科技美容得名，佮进一步将伊原本传统的早餐店变成科技美容中心，采取牛肉节、工作春秋，嘛借此调养身体来服务好人客，让我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，操作科技美容的仪器，这样子我也能够顺利的拿到证照。那我现在从事这个科技美容，我可以觉得自己变年轻，然后也可以调养身体，那也可以帮客人做得美美的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。他经过专业的培训，那又透过生技公司的指导，那我觉得就是让我比较放心。那之后就是会继续推荐朋友来做。欧秋珠伫科技美容的辅助容易好操作，对家己的专业相当有信心，嘛成为静心升级。对2016年辅导中高龄从事美容健康产业的课程，第一位成功创业的，并促进在地创新的机会，相当难得。我一直想说，我自己已经中高年龄了，我会手脚比较笨拙，没办法进入状况。所以呢，可是呢，我现在进入到静心生技公司，由王总监帮我指导之后，我现在呢能够很放心的帮客人实际操作科技的仪器，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可以帮客人服务到最好的时候。那科技美容就是说，在困难点的部分，就是说手技的部分很难突破，因为你要学按摩有困难。那现在我们用规划成那个科技美容，就是说使用就是说这个仪器来针对我们皮肤的纹路，好，还按照他们的纹路来做进行。然后进行的当中呢，他们就觉得比较有兴趣，就是他们也不会乱做。那按照皮肤的纹路去做，那仪器也是同步的把产品这样子导入，那这样子效果会更好，而且对他们来讲又比较单纯，所以在操作上就会比较顺利，所以他们就蛮喜欢这种课程。一档一摆提供里面终身学习、活到老、学到老的市民学院，以外互学员学出兴趣，甚至创业开店，再创事业的第二春，嘛互区长相当感佩。那透过这样不断的一个学习过程以后，得到一技之长，那自己又可以在外面创业。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整个市民学院举办的过程当中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个案。该店伫10月1号正式开幕以后，除了服务好人客，大家好康到小报，嘛成为新人结婚登记户证以后，新娘免费体验科技美容保养的服务据点之一。今日新闻，阮子采访报道。